17世紀，路易14帶領法國成為歐洲霸主，但係到底發生咗啲咩事，令到法國從巔峰跌落神壇呢？今日我哋就講下改寫歐洲格局嘅普法戰爭。喂，大家好，我係柏喬，歡迎嚟到不正經故事所。如果你係第一次嚟我嘅 channel， 可以記得撳下下面嘅小鈴鐺，訂閱下 like 同 share 俾你啲朋友聽聽。好啦，故事開始。今日嘅主角係普魯士，佢係而家已經唔存在嘅歐洲國家嚟噶啦。當年佢嘅志願就係統一晒周邊所有嘅德意志邦國。呢個願望對當時嘅歐洲霸主法國嚟講，好似一個就快爆開嘅計時炸彈咁樣。法國就好擔心啦，普魯士一旦統一咗，實力會一飛沖天，威脅佢哋過往幾代人辛辛苦苦建立嘅陸上霸權。法國一聽到普魯士嘅野心，就即刻要求佢割地，但係普魯士就堅決拒絕。呢件事引發咗後來好多場風波，最終因為最出名嘅艾姆斯電報事件引起咗戰火。1870年，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喺艾姆斯城同法國大使會面，雙方喺度談論緊西班牙嘅皇位繼承問題，聽落一啲問題都冇。但係普魯士大臣俾斯麥呢個政治老手偷偷改寫咗會面嘅內容，將國王嘅態度寫成反對，嚟到去挑釁法國，從而誇大矛盾。呢份無中生有嘅電報一出，即刻激起法國嘅強烈怒火，從而向普魯士宣戰，就咁爆發咗普法戰爭。俾斯麥嘅招數真係妙到不得了啊！成功借呢場陰謀推動咗德意志嘅統一。艾姆斯電報成為經典國際政治操控嘅最佳例子。雖然法國當時自封係陸上霸主，話自己一直都打贏陸戰嘅，但係普魯士早就已經好犀利，特別係科技研發、武器裝備啊，同埋軍事嘅指揮上都完全拋離咗法國。法國嘅鐵路、軍用裝備同埋兵員訓練都嚴重落後咗，可以講話呢場仗輸硬㗎啦。戰爭期間，法國戰敗連連，尤其係嗰場1870年9月嘅適當戰役，普魯士兵力迅速包圍咗法軍，結果拿破崙3世就被俘虜咗，粉碎咗法蘭西第二帝國嘅威風。雖然巴黎市民嘗試成立巴黎公社，推翻帝制，建立第三共和國，但係戰爭其實從來都冇停過。普魯士軍隊繼續圍困巴黎差唔多4個月，最終喺1871年初，巴黎先至無奈屈服。戰爭結束後，威廉一世喺法國凡爾賽宮加冕為德意志皇帝，象徵住德國正式統一成功。成個歐洲權力格局產生咗革命性嘅變化，德國由茄喱啡變成咗做全新嘅霸主，法國就由頂峰跌落咗深淵。更加令法國心寒嘅係，佢要喺和平條約嗰度承認德國統一，割讓咗鋼鐵資源豐富嘅阿爾薩斯同洛林俾德國，賠款更係高達50億法郎啊！比清朝晚期嘅八國聯軍所收賠款仲要多啊！法國幾個世紀累積嘅國家威望同霸權，就喺一夜之間煙消雲散啊！總括嚟講，普法戰爭唔單止係一場單純嘅軍事衝突，而係政治加霸權轉移嘅變化。佢令新興德國爆發潛能，直接改寫咗歐洲權力格局。法國從此跌落神壇。
英國長達200幾年嚟維持嘅歐洲勢力平衡亦都宣告破裂咗，為後來嘅第一次世界大戰埋下咗火種。留個問題俾大家思考下，如果你係當時嘅法國皇帝，面對普魯士嘅詭計，你會唔會忍唔住出咗兵呢？如果一定要回應，你會點樣回應先好呢？留言話俾我知你嘅睇法啦。最後，如果隨意成為咗日常，認真發言得格格不入，不如輕鬆咁追求極致啦。拜拜。